好，先来咱甲顶回读的这段吼，先甲读一遍。第31这段吼，这个三个册啊，这下对遮开始。因为之前小说写到倒位呢，写到讲，真心出世无偌久啦吼，我计是几岁囡仔，迄度阮可讲3-4岁吧，大概差不多了哈。因老爸的个性啊哈，因老爸台川的个性去啊，所以即卖呢，你写即个因阿公，真正的阿公吼，算伊都无老爸嘛吼，所以算阿公你倒带对啦吼，倒带孙，咱来看吼。阿公人叫伊秋英节公啊，是伊真乐吼，长喙手，厚接骨，做牛车，拍拳头，真出名。倒伫医疗顶，互人赞袂着，会听声吼。阁是老拍枪，常常带真身吼出去拍照。好款待艰苦人吼。去食落来大碗就捧互伊，所以去食拢叫伊好量讲。若用的时就叫两个孙仔来，看举伊的骹会赢压袂吼。若会遮有本事吼，这两个孙，这遮拢两个孙仔，应该是两个较细汉的啦吼。真仙甲因小妹叫做文丽啦吼，应该是。好，来，我看好三米甲马文，好，咱来读吧吼。来，阿公人叫伊秋英节公啊，是真乐，长喙手到遮啦，到长喙手，来，三米。一公啊，是伊真乐，长喙手。好来，马文，三年你先有较细些。阿公人叫伊秋英节公啊，是伊真乐，长喙手，厚接骨。好，厚接骨吼。做牛车拍拳头真出名，歹势拄则应该是读到遮啦。来，三米。安尼相敢有解释？有，非常好诶。好，好。厚接骨，做牛车拍拳头真出名。来，马文。做牛车拍拳头真出名，倒伫医疗顶，互人赞袂着，会听声。三米。倒伫医疗顶，互人赞袂着，会听声。楼骹先来吼，阮即摆咧读的是你看会到的 YouTube link 顶头吼。迄个三个册仔内底顺来到会听声是第1、2、3、4、5第5纸啦吼，会听声遮吼。来，过来，阁是牛拍枪，对，过马文歹势。马文歹势嘿。倒伫医疗顶，互人赞袂着，会听声。阁是牛拍枪，常常带真身出去拍照。来，三米。阁是牛拍枪，常常带真身出去拍照。来，马文。阁是牛拍枪，常常带真身出去拍照。好款待艰苦人去食，若来大碗就捧互伊。
三字。好，果是交歹，好款待艰苦人去遮，若来大碗就芳互伊。来，马文。好款待艰苦人去遮，若来大碗就芳互伊。咱顶回古说无讲，应该是无古说迄个好款待艰苦人吼，即倒装句啦吼，伫我教会足够安尼倒装，我实在是拢袂晓。但是款待好掠人真好啦，好款待艰苦人吼。好，所以去遮拢叫伊好良公。我看所以去食拢叫伊好良公。马文。所以去食拢叫伊好良公。若闲的时就叫两个孙仔来。看举伊的骹会赢阿袂，若会则有本事。三字。若闲的时就叫两个孙仔来，看举伊的骹会赢阿袂，若会则有本事。马文。若闲的时就叫两个孙仔来，看举伊的骹会赢阿袂，若会则有本事。好，即个较大汉的迄个孙仔，应该是有三个孙啦吼。较大汉的迄个，我知影有差有差足侪号啦吼，但是实际上差我无介理解吼，无介知影啦。可能是差不多是初中生甲因即嘛即个这差四外号吧吼。文理可能搁较细哦，文理可能搁两三号加啦吼。迄大汉的可能都已经读初中，无定读高中的年啊吼，应该是初中啦，应该无较遮大。好，来，继续咱来看了吼。30页最后尾啊算起来第二抓者吼，即下昏红梅食了，忽然半暝起大气吼，叫志勤来甲伊讲，然后是什么代志吼？即下昏暗暝食了吼。好，这也先来看了吼。即下昏暗暝食了，反正是暗暝吼，暗暝食了，暗暝。各地方口口无共吼，阮袂讲暗暝啦，阮讲暗暝，阮讲暝食吼。一般的传语暗暝的款吼，我无介清楚，来查者。若要查，可能爱用全 Q 去查看觅。全 Q 即个毋知有无？毋是没啦，歹势，没啦。因为南部 Q 迄个无M 的音吼，它所带走去，阮叫做没还是无啦吼。全 Q 其实是 B 开头的音吼，糜吼，食糜吼。老全是无吼，江 Q 是梅吼，梅嘛有啦吼，可能伫阿扁因兜迄边梅吼，
你听讲乖吼、糜吼，因着这种 Q 吼。另外，这我都捌看过吼，这都我读啊吼。好，马暗暗，吼，所以拄则这个暗字，其实嘛，等下来查一下吼。马暗暗是什么意思呢？暗本身这个名词就是迄个稀饭内底汤的部分叫做暗吼。我等下再个看吼，伊个有另外一层意思吼，马暗暗吼，也着马也着找啦吼。马暗暗是讲，就我讲暗本来是指迄个煮内底迄个水的部分嘛吼。暗暗是讲水较少，所以较你即个卖较变怎讲较苦啦吼。好的，等下再查即个暗吼。也着卖也着找吼，就是即个恩威并施啦吼。也着爱想，也着爱发啦吼。想卖是想嘛，啊找是发嘛吼。找就是秀找啊啦吼。赏罚啦吼，要赏也要罚啦吼。土霉吼，土霉就是烂泥巴啦吼，叫做土霉啦吼。就是而且爱较水的吼，就是迄种较水的迄种，就是迄个稀泥啦吼。狗仔糜就是狗仔会对迄个稀泥嘛吼，狗仔糜。煮伤糜吼。所以糜甲暗本身就是本来是一个名词，但是会当摕来做形容词吼。所以呢，煮伤糜就是讲你这个物件煮甲伤稀烂去啦吼，煮伤糜吼。或者是你本身糜讲我煮伤糜嘛是会使，就是煮甲伤水去啦吼。啊，伤暗就是啥，就是。这奇怪吼，来，咱来先来查一下暗，你过来咱来看这个暗字。你感觉迄意思嘛颠倒掉，感觉？暗第二条，哦，浓汤叫做暗，哦，啊，这是我拄则讲的迄个名词做第一层意思就是伊做名词嘛，吼，浓汤吼就是暗，吼，所以你稀饭内底的浓汤就是稀饭内底的水的部分叫做暗，吼 ，OK， 就是毋是米的部分，是水的部分叫做暗。第二层意思是糊，吼，哦，这拢是名词啦，吼，暗糜这嘛是拢好，这是名词。我讲迄个。做形容词的部分，这家点都无规则吼，伫台语大词典无吼。三周暗吼，三周暗，其实我无晓啥物叫做三周暗，我知影是用暗去周啦吼，但是我毋知影三周暗是啥物目的啦吼，是用三较平清啦。三种诶较停啦。吼，安尼吼。停，就是煮糜诶时阵，伊顶完皮肤泡。对无？顶外布泡嘛，啊，就甲伊鼓开了后，伫压衫的时阵啊，就鼓咧迄顶悬。啊，你看要压啥物线？你要压啥物顺出来？可比讲。哦，所以较好。时阵你爱，嘿。会当压出迄个形就对啦，迄个形较好压得出来。哦 ，OK。啊，所以延伸义就是讲，你目睭无上暗的意思是讲你目睭白无金，因为。敢若是讲你目睭个安尼三尾无一个有精神出来，因为你若上暗就是甲迄个衫压到停嘛。你一领衫哦，两个人拢穿洗好的衫，一个人是穿有的，哦压甲停毋停安尼，啊一个是衫洗好尿打就直接摕来穿，是毋是规领衫沾了痕？啊，两个人安尼拢爱穿出来哦，是毋是迄个有过的衫，
你看到伊，你就感觉伊较有精神。啊，若迄个无有过安尼，规身躯迄领衫撩屁屁，连钓都无甲钓春，就清出来，你就是毋是感觉伊就规个敢若就无精神诶。所以迄个言情诶意思是讲，目睭无睭暗，是讲你这个人看面安尼。我所理解是安尼。以上。啊，为虾米面皮肚啊？皮肚啊，为虾米有人去上暗？上暗就是讲互伊停啊，因为你若纯粹皮肚诶时阵，是毋是软软？啊，就是伫洗诶时阵啊，伊就直接，敢若是最后一个动作诶款，就讲，互伊甲迄个暗夹咧迄个皮肚顶悬，啊，就会敢若算较小可定安尼，袂纯粹敢若面洗软软。啊，我会记我细汉诶时阵，阮母啊，因为可能这拢是阿嬷流传落来，吼，所以阮母也嘛会做咧做。啊，迄个啊年皮，因为有做过这个动作了后，打困诶前几工，迄个情绪我个人会感觉不哩啊正面，不哩啊舒适啊。安尼哦，哦 ，OK， 好，好，好，来，过来我来，咱来查看嘛，看有书店有小解什么暗吼，是主伤眉、主伤暗这种讲法吼。我看嘛，可能出台语啊吼。先来暗里，第二条，刚里面其中有一个小来叫做最末的款式啦，吼，就是暗眉、涂眉，伊个有一个最末的款式，吼，叫做暗，吼，就是你水足低的，叫做暗，安尼。啊，眉子伤暗，就是水客伤多，吼，叫做子伤暗，眉暗，吼。好。所以眉暗是讲迄个暗伤多啦，吼。我敢记毋着，我要咱继续看来。无书店小解即个形容词吼。伤刻伤暗哦，歹势啦，我记毋着吼。伤刻伤暗吼，是相对的意思。伤暗是讲太稀了，就水伤多啦，米汤伤多。伤刻就是米多汤少，叫做伤刻吼。所以来查即个刻哩。刻就刻欢喜刻啦吼 ，KHO 第二条。吼，刻就是我看嘛。老水特水吼，叫做刻啊，所以无水少嘛，叫做刻嘛，所以水老掉啊，就是水无啥水啊吼。所以你眉子伤刻，甲子伤暗，迄意思就是，我讲甲迄个听来做形容词啊吼。子伤刻是伤干，子伤暗是伤淡吼，伤侪水。啊，子甲伤眉是子甲伤烂去，吼，眉是烂嘛吼。OK， 好，转来小说。这下昏吼，暗暝食了吼，就是暗顿食了啦，暗顿食暗暝了吼。我即摆我毋敢食糜呢，我毋敢食无啦吼，因为迄血糖抢足悬的，我挡袂了吼。当然身体袂感觉啦，但是吼，我血糖无稳定的人，你血糖若欠悬了后，血糖真容易会降足低，所以我挡袂了是血糖会降足低，毋是甲欠悬无感觉啦吼。所以我真会惊啊，毋敢食白，我已经足久几啊年啊，毋捌食白啊吼。即个暗暝食了吼，忽然半暝啦，起大气吼。都喘大气嘛吼，
就身体出问题啊吼，这应该是你讲迄个阿公啊吼，叫志勤来甲伊讲，啊就去大开到身体出问题啊嘛吼，交代后事，毋知是毋是啊？我袂记啊，咱来看吼。因为我知影即本吼后壁迄发便当速度之紧哦，我想袂到。我会使一时啊接袂起来。该讲，啊讲啥物呢？讲何来何去是庆歌哦，太捌想哦，千人万人也竟无一人吼，讲煞头壳。起落来就先将，哇！你看，忽然间就一粒便当就甲你拼出来吼，叫来甲伊讲下，讲何来何去吼，是庆歌太捌想吼，千人万人也竟无一人吼，讲煞头壳。起落来就先将，即句话讲煞呢，头壳起来就去啊吼，就便当就发出来吼。好，咱来看即句啥物意思？何来何去是庆歌太捌想，这是你讲啥？我其实啊，毋知你讲啥。何来何去是庆歌太捌想，太会晓想吼。千人万人也竟无一人吼，这是你学了志勤呢，还是你讲啥物？我真正看无吼，看无的时候甲阮开听一下，我真正看无吼。何来何去？是庆歌太捌想，千人万人也竟无一人吼。即句是你讲下，咱继续看者。啊，丈夫死，大哥死，剩一个老大家，甲遮个细汉的囝儿。阿公死了就摒伫厅边吼，摒伫厅边用被单盖地。有人看袂出讲顶头安尼甲志勤交代即句话是啥物意思吼？何来何去是庆歌太捌想。完全无法度直接理解，因为真正简单三句话尔尔。何来何去是庆歌太捌想，千人万人也竟无一人安尼。啊，当然听起看起，若要推判就是，大川景的家后，算第二个缘嘛。啊，对志勤来讲，当然是头一届嫁啦。毋过大川可能捌较侪代志，所以随便讲走去。啊，毋过即马即个大官，嘛知捌真侪代志了，就感觉即个志勤是毋是好好来，啊，会使帮我好好去。啊，太捌想就是讲真够设想吧。即个捌当然就是知捌代志的捌吧。当然，即个口音有几落少嘛，小说是 BAT 嘛，啊有的人是 PAT， 总是伫遮又应该就是讲会晓设想啊，啊只是真正安尼形容三句，最后一句是物？就讲即个大官认定志勤是会互交代的，会交代就对啊啦，所以千人万人也竟无一人啦，竟无一人来顶庆歌即个课啊！啊，真正就是讲煞，他甲起落来就成章啊！真正简单三句话，啊，毋过真正表面上看袂出来到底是毋是真正要表达啥，完全无法度。我敢若我都安尼猜想。袂要紧啦吼。
咱就安尼看过啦吼，好伫就是即个讲要死进前吼，规句话的讲煞尔吼。好来好去是庆官太捌想吼，千人万人也见无一人吼。即几句我看啥物所在啊？会当学着啥物件？好来好去这边啥？是之前太捌想，即个捌伫拄则讲过啊。某人规说吼，捌就是认识零捌迄个捌啦吼。我是惯势讲 PAT 啦吼，零捌吼零但是嘛无讲零捌，有时迄个 B 吼甲 P 吼，其实无讲教到介精准吼。太捌想吼，千人万人也见无一人吼，千人万人见无一人，拣是拣选吼，叫做拣吼。互你拣来拣去吼，拣无像志勤安尼个吼。好，讲煞代志讲了，头壳试落来吼，是试落来。头壳试，本来是试啦吼，试落来吼，其实也变调吼。头壳试落来吼，头壳试落来，落变落吼，试变试吼，悬加啦吼，变调嘛是悬变加变悬吼。头壳试落来吼。即种句法，尤其伊是伫咧阿母诶，你看伊来后壁是一个倒号嘛。以我诶印象就是即种句法，我拢迄个词我拢会读本调，就是讲轻声符诶意思。毋过当然我就讲，我嘛毋知为怎样，就是白话字诶小说文本啊，因即种倒来倒去即种我讲方向动词诶即个词啊，我诶语感拢是会轻读诶。尤其伫来后壁是倒号诶，除非后壁若准佫有倒物件，摕入来阮兜，安尼就是正常诶变调。要不过若是摕入来，迄个摕我就会读本调，也是读轻声诶。我诶语感是安尼。只是我就讲白话字，目前我看诶文本，敢若大部分拢无去注重即种，对无？落去落来出去出来，入去入来，即12种组合头前迄个动词，变成讲拢爱读。变调，我个人的语感，我就感觉怪怪，起落来，安尼。OK， 大家。我有意思是讲吼，伫台语内底一般咱惯式讲法吼，若是啥物来啦、去啦、结尾啊，还有其他吼，冇有其他啥物理啊，一时啊想袂起来。就是伊这是落来嘛，对无？对无？这是咪落来？对，我就是咧讲，你知影有一寡爱。读轻声，头前爱读本调，也读轻声，迄寡字、迄寡动词是对一寡。出、入、过、转、去、落，即6字后壁若佫倒去，也是来，安尼再组合出12种，对无？出去出来，入去入来，过去过来，转去转来，去来，落去落来，这12个伊本身迄6个伊就会轻读啊，吼，伊就会轻读。然后若准讲头前佫有倒动词，对无？即搭只是试落来，当然另外一个讲法是试落去，物件摕落来，嘛使摕落去，摕出来，摕出去，摕转来，摕转去即种，所以。当然，去甲来可摕去摕来，这有可能嘛是同款会有轻读的情形。摕落去摕落来，迄个摕来摕去，摕落来摕落去即种的。所以，就讲我去年伫读册的文本的时候，我的感觉就是讲，台语是重点袂变调。所以伫即搭遮即个小说家，就是因为阿公讲完了后，就等于是伊就无数最后一口气啊嘛。对无？无数最后一口气就是气吐完啊！吐完了后，因为可能听起来看起来是细咧嘛，像甲伊暗暝啊食了，当然半暝啊起大开嘛有可能，是摕咧面床顶嘛有可能，总是叫伊来了就甲伊讲，讲落了后，是毋是有坐起来讲？毋知影，看起来是，因为伊讲咗讲煞头壳试落来，就表示讲可能是坐起身嘛，坐起身。最后一口气，对伊的话讲出来嘛，吐出来了，
就无开啊嘛，无再来个输入去嘛，啊无再来个输入开吐出来了，头就是刺落来，啊就断开啊。所以我感觉迄个刺是重点，啊袂变了，啊当然袂变了。第即搭遮第即个句型，就是大部分目前拢是用轻声符，就是两个连字符double dash去表示讲哦，这是轻声啊读本调。啊，这嘛是我过去读即两年读的感觉，台语的重点袂变调，啊，迄个袂变调，就是看你安怎去表示，有诶就是用即种两个 dash 来表示，啊有诶就变成敢若你爱去家己去判断，尤其若用汉字写诶时阵，若如果伊是用罗马字白话字，一般应该是拢爱去注互别人讲，敢无要读本调，啊，后壁。初学者也是无够理解啦，伊无法度判断到底敢无要读本调，是要读一般的变调。我的理解是安尼。以上。OK， 我用讲我小总结一下，小结一下，就是一般咱讲台语的时阵吼，其实是安尼个讲法啦，就是拄则讲着即6个词吼，出入各顿起落吼，加会当即6个词吼。啊，咱会后壁加一个去，还是加一个来吼？看是出入各顿去落吼，出去还是出来吼？即种讲法吼，一般伫台语即种讲法，头前迄个动词才是重点吼。即个后壁这组起来，即个等于是副词吼，其实是较无重要，迄是敢若咧形容头前迄个动词。动词即个重点颠倒，咱会逐个读本调吼。一般是安尼读法，即一般咱讲台语用惯性安尼讲啦。恁即摆去听咧吼，台语拢是安尼腔口吼，拢是啊，摕断去吼，即个摕就是本调吼，接落去吼，啊抿落去吼，即个接抿即拢是本调吼，即就是拄则猫的意思，就是讲咱台语其实是惯性安尼讲，咱袂讲像即嘛即个小说顶头即种讲法，即种讲法就是。头前拢变调啊，就是一般咱袂安尼讲吼。啊，所以你看即个除了教会啦吼，包括因所写像小说啦吼，或者是因伫即个巴克办圣经吼，因拢用即种小可去违反咱台语发声原则即种方法写吼。啊，而且因嘛毋是干那咧写，迄毋是讲啊，今仔拍你减拍两个位吼，毋是哦吼。我拄仔两个位的意思就讲。你若一般照台语咱惯势来讲吼，其实是伫动词后壁刻两位吼，两个海粉，啊，再甲即个落来，什么出入各顿去到这6个吼，再刻后壁迄个两个海粉后壁，安尼后再头前读本调，后壁读轻声嘛吼。但是呢，你看巴克办圣经，包括即个因写小说，你拢袂安尼，因拢袂写两个海粉，安尼嘛毋是讲绕高去哦，毋是讲绕高迄两个海粉，因真正拢安尼讲，因真正拢安尼读。吼，比如讲即句话吼，讲煞头壳饲落来，伊就安尼读，因就安尼读，伊嘛安尼讲，但是咱台湾人惯是讲，讲煞头壳饲落来，咱就安尼讲吼。所以互大家知啦，有影恁两个差别啊，知影为虾米因安尼写啊，因确实嘛是安尼读啦吼。啊，知影讲因若今仔日安尼写的时阵，要安怎读啦吼，就是有时啊变成你家己惯势的讲法。拄着这个考验，讲你有法度通变调无吼？你要变调能力都要有吼，无你会读袂出来吼。无你着惯势读，你讲惯势，你家己惯势读的迄种方法啊，但是迄毋是伊所写的即种发声的方法吼。好，即句话讲煞吼，讲煞头壳饲落来吼，就善终吼，善终就是人善终嘛吼。无啥物归说吼，那善终啦吼，就好死啦吼，讲一个较直接，就是好死啦吼，就好死吼。啊，即个受到汉文化影响吼，儒家思想影响吼。你若讲较直白吼，逐个讲你足粗鲁，逐个讲你无学问，逐个讲你你若遮尔无礼貌吼。就善终较好听嘛吼，就好死呢，敢若足歹听。就善终就是迄4字差哩，都无差，完全无差啦吼。好，其实说我鼓励大家讲话较直白吼，就好死吼。但是
是这困难吼，伫你伫咧台湾社会吼，你若安尼讲有些大家无欢喜吼，讲你无礼貌吼。啊，其实这个真正是足特别尔吼。现种是较听啊，较读书人吼。好，来这段爱对头前读起吼，来甲读一下。好，sorry吼。这下晡暗糜食了，忽然半暝起大气，叫志勤来甲伊讲，来Sunny。Sunny若无方便，冇问。来，Sunny方便来。31下对第二抓，下对算第二抓。这件暗糜食了。袂讲暗糜哦，暗糜吼，袂讲暗糜。食了，忽然半暝起，起大气，叫志勤来甲伊讲。来，冇问。应该是一下远啦，嘛看到像个。一下远啦，嘿。一下远暗暜食了。毋是暗暜。暗暜。嘿对。因为是伊用连字符暗暜嘛吼。嘿对。一下远暗暜食了，忽然半暝起大气，叫志勤来甲伊讲。来，叶文。这下远暗暝食了，忽然半暝起大气，叫志勤来甲伊讲。OK， 所以你读白话语，不管是教育白话语啦吼，就是读罗马拼音的这个台文呢，你要本身变调迄个基础，变调迄个能力爱晓，啊无拄着迄个你无识的词吼。你不要变调是读袂出来，你就无知意思，就是毋知，你音一发毋对，你意思你就是家己就毋知吼。所以这是读白字台文或者是教育部台文的时阵一个好处啦吼，就是你会当练习你的变调迄个能力吼。这其实足重要吼，因为足侪人无变调能力，你要家己做词或者是受环境影响的时候，迄个词到底是其他你要安怎正确发音，你都发袂出来，因为你不要变调规整嘛，这足重要，但是就自细汉就无人教吼，所以即嘛一寡怪腔怪调吼，一寡调调的这种台语吼，少年的讲话讲啊调调吼，毋是臭年代啊吼，是讲话声调吼，你感觉足奇怪咯。怪吼，迄个像迄其实就是华语影响的腔口吼，华语腔啦吼，台湾人华语腔啦一大堆啊吼，好，咱继续过来吼。后来，伊讲啥来讲？好来好去是庆官太捌想吼，千人万人也经无一人。来，Sunny。太捌想，千人也经无一人。先个无遐吼，来，嘿对，嘿猫。好来好去是庆官太捌想，千人万人也经无一人。我即摆咧读第31页吼，31页头一纸开始吼，来叶文。好来好去是天官太捌想，千人万人也经无一人。讲煞头壳饲落来吼，就成将。讲煞头壳饲落来，就成将。你若要后壁读轻声，要读饲落来吼。讲煞头壳饲落
我毋对，我毋对。我讲我头壳饲落来，对，你读对，你读。我拄则对我变毋对。好来，无问。讲煞头壳饲落来就善终。是吼，就是无问，就是饲落来，就是头壳变掉，若读伊诶就是爱读饲落。当然饲落来哈，饲落来，迄个来嘛爱变调吼，就足怪啦吼。即含咱其实平常时袂惯势安尼讲啦吼，讲煞头壳饲落来，伊是本调是饲吼，但是早即个饲吼，即个饲袂记早。好，来即么早来，个问题个读吼。先看这个字，我来感觉本条就是第8条咧。今年店无收这个。本条是第4条啊。本条是第4条。对啊，因为你若第8条是另外一字啊。第8条是饲我要拍人啊。饲我来拍人啊。颔棍叫做饲。颔棍是饲对。我字嘿，我减拍一个 H。饲。无在你无今年顶无收饲吼，即个音诶词，在你大数点咧饲 CHHIH。哎呦，对啊，我切来切去。因为我用白字输入法，我就直接白字输入法就好啊。当然要切对英文去啊，再个哇，我定定拢切无准。村上佳音无收这字，张如芳教授有收。饲鸭头，但你读书都有收吼，鸭头就是饲吼，所以本条是第4条，我毋对啦吼。安尼我讲较早拢读毋对，头七饲吼，头七饲就是头壳吼，船七落海吼，变调吼，船七落海，头七饲吼，船七落海，飞轮机。过来吼，另外伊遮伊就飘，爱读轻声吼。飞轮机飞轮机饲落来吼，飞轮机饲落来吼，饲一个吼，饲一个是小名一个啦，饲一个吼，饲 OK， 所以是本条是饲吼 ，OK。讲煞头壳饲落来吼，爱读做安尼吼。伊若教伊只无读无迄个两个海分吼。讲煞头壳饲落来吼，就善终来叫阮。讲煞头壳饲落来就善终。所以哦，好啦，袂要紧啦。反正就是你爱知本条是饲啦吼，第4条吼。这遮了攞变哦，我知影有人袂惯势的，就是毋知要变袂。我家己嘛袂惯势啊。嘿，可能就两种读法，其实就是照文本就是饲落来安尼。哦，饲落来爱读来。哦，饲落来哈，就是讲伊迄个来嘛是足特殊的字，就是拢会读变调去安尼。我来讲有一寡台语的字怪好，来照伊读是饲落来安尼。嘿对。吼伊。落是
关调是关音嘛，啊，你关调变假音嘛，叫伊写就是爱读起落来，对，叫咱台语人，叫咱惯势，台语人正常的讲法是叫做起落来安尼。起落来，用啊起声落来拢起声啊。对啊，所以有当中就是无够熟悉的时阵，起落来，应该是起落来。讲两字每一字拢有两个读法嘛吼，啊实际上敢两种两个，啊毋过除了最后一字来，理论上你袂读唔到以外，头前两字就变成排列组合变成4种可能。4种可能就是，敢若两种，确实咱一般照文本，也是咱口语上咧讲的。啊，毋过无熟悉的时阵，就变去了三千另外两种怪怪，哎，就是即马讲的可能。知影原理了后，爱练习吧啦，就是爱常练，就才读会教会准啦。无实在拢口音袂准吼。好，来，咱继续看吼。我看时间，剩到10分钟。好。啊，丈夫死吼，大官死，剩一个老大家甲遮个细汉的囝儿吼。这段丈夫死，大官这段无啥物通的，也无啥通学的吼。春吼，春就是盛夏吼，春啊就是变调春吼，一切嘛就切掉剩一个老大家吼。甲遮个吼，遮个细汉的囝儿吼，好来后一段吼，咱先甲看下，等下再来念。阿公死了就摒伫厅边吼，用被单盖着吼。这是。古早啦吼，较古早时，我讲古早时代就是较早农业社会啦吼，差不多我细汉的时阵就是吼，人死囥伫厅边啦吼，囥伫厅，就厅爱先爱摒出来吼，其实有一寡工具爱做，一寡工具爱做，就是你爱甲什么新竹板啊砍掉的啥吼，啊心道爱可能爱看要刷倒位吼。心头应该是刷出来做迄个做迄个叫啥？这排即个暗道啦吼，人就爱踩伫咧厅边吼，应该是用棒仔啦吼，用棉床棒架当一边啊，人就是都摕伫即个厅边即个棉床棒顶吼，用被单盖起来吼。好，你若较凊彩，就是可能草树厝头骹的人，就是徛伫边仔安尼吼。这就是我细汉的时阵，阮阿嬷走，就是伊伫厝里过养的嘛，所以伫厝里过养的就是，伊伫2楼过养，阮就爱甲大体刷去1楼，了后就是用2块医疗。菜咧，然后厝一块，我袂记是白面床帮，厝面床帮伫咧医疗顶悬，是大体就放伫迄个面床帮顶悬，然后用白布盖的，伊有可能我袂记迄阵棺木是伊事先有编好，还是迄阵阮爸才去找，反正就是棺木无水污就对啊，爱敢嘛等几工，迄个棺木才来，才甲大体刷入去棺木，然后当过往迄工还是啥，反正就是会有采迄个啥物领导干条，就是有临时一个暗道就对啊。因为阮是住透天的嘛，所以爬啊捌伫戏剧上看到就是。搁本阮阿公因兜迄就是古早厝，就伫大厅，就是大体送去大厅，然后新家岛也是通常恁家厝会放过去祖先的相片，就爱用红布甲遐个祖先的相片，也是新家岛
迄个新道遐拢甲伊扛起来，算讲因为讲啊，死者为大，啊，毋过大嘛袂使去冲着遐个祖先也是神啥，啊，着爱用红布扛。啊，反正伫我阮阿嬷迄阵走的时阵，就是有医疗、床帮、啊大体、啊看白布，啊然后到反正个棺木来时，才刷入去棺木，啊到要出山的时阵，才爱红灯，啊这中啊当然就是。拢有一寡天数爱做的对啊，大概是安尼。以上。OK， 感谢老王吼。拄则讲的，就是讲，我主要是要关注这个病理啊。吼，为什么伊讲用病理？就是你整个这个安排吼，其实是爱甲这个厅啊变出一个空间出来放这个尸体遐吼。啊，所以这个病理就是讲你要做一寡代志吼，吼，所以毋是讲甲拼伫厅边落，就是即个病。即个病咧，其实就已经有足侪动作伫遮吼。啊，讲死了就拼伫厅边吼。吼，当然意思就是甲即个尸体放伫厅边啦吼。啊，但是拼伫厅边，我拄则讲爱传，要爱做这么侪代志啦吼。就拼伫厅边吼，毋是厅边个凊彩甲放咧就好啊。啊，你等你至少按3年这医疗啊、财务能帮助我多。动作对对，阮在处理就是逐所在拢有伊的功能。对，你厅边绝对是有太师椅啦，一般人无就是即种泡椅啦，吼，对，绝对拢是有椅啊，有客啊，有诶无物件。你来甲边面空间变出来了，嘿，对，来清出来、腾出来了，吼。对，是啊，所以平华教授就甲即字解说做 to put in order。哦，清理还是扫毒安尼。对。平华教授就甲即样做解说，就是 put in order 安尼。真正就是，伊这小说讲真正真厉害，就是伊虽讲讲写甲足简单的，啊，毋过迄背后有不了侪艺术，而且是爱有人去讲过，才会知影讲。对。拼伫厅顶，竟然是着讲嘛，简单4字，啊，毋过要做这4字的动作，可能。爱补咧规半工。对啊，其实那是爱真侪时间吼，爱处理有诶无诶，啊，拢爱处理掉吼。爱先看要找另外所在先放诶，啊是有诶无诶吼。就是原底爱量出来，你毋是凊彩，因为遐物件就是人各样可能出山了，爱佫转来啊，毋是讲物件怎拼条无啊，所以简单4字，抑佫可能做一步诶。好，所以这个病哩吼，当然病这个本身动词，咱较早应该捌读过几啊摆啊，吼，应该看过很里底书顶很过啦，吼，病个物件飘出去嘛，叫做病吼，病呢嘛是病吼，吼，病扫嘛是病吼，啊，拍病嘛是病吼，啊，但是伫遮吼，都是有遮尔啊侪动作吼，你定去清，你会使讲，你会使简单解说讲做清扫吼。但是你讲个阿公清扫伫厅边都无可能诶代志嘛？你是要清扫所有诶物件，甲清理所有物件，整理所有物件，甲厅内底诶物件拢整理过了后，再甲空间留出来，互阿公互咱倒伫遐摕伫遐，搬一个绿床帮菜伫遐，吼，那个占空间咧，无空间咧菜咧吼。所以阿公死了就拼伫厅边吼，这意思就是安尼，用被单看地吼。啊，用即句来总结你整个病了诶状况，就是安尼啊，用被单看伫即只吼，看伫厅边吼。好我看下时间者，剩4分钟，我看会对个一段4分钟要读煞，感觉难。好啦，咱即段咱个读了啦吼。来，我看下。3字吼，丈夫死，大官死，剩一个老大家甲遮个细汉的囝儿。丈夫死，大官死，剩一个老大家甲遮个细汉的囝儿。来，无。丈夫死，大官死，剩一个老大家
甲遮个细汉的囝儿。来，玉文。丈夫死，大哥死，剩一个老大家甲遮个细汉的囝儿。好，过来吼。阿公死了，就拼伫厅边，用被单扛地。啥呢？阿公死了，阿公死了就拼伫厅边用被单扛的。即个扛哦，其实咱是讲读本条，我有时讲惯势后壁轻声嘛，轻声话，就是伊无海粉，伊无海粉，叫你是爱读做用被单扛地，吼啊，但是我就是袂惯势安尼讲吼。要他的更看地啊，你怪怪啊，所以，后来那混条理。所以你看，叫他这个阿公死了，对无？死嘛爱变调啊。对啊。阿公死了，毋是阿公死了。阿公死了，即个讲法，敢若嘛是另外一种。无，毋是，是阿公死了，应该是安尼。对，这是阿公死了。嘿。哦，伊死爱变了，啊，毋过我著讲另外一个情景啊，语境伊是阿公死了，死了，阿公死了，有一种是，迄就真正死甲了。用相连理double dash 去处理的，啊，毋过伫即个文本内底就是，你看伊的砍地甲死了，拢无用任何符号去处理，啊，毋过咱台语人自然就讲阿公死了就拼伫厅边用被单砍地，对无？咱会晓讲台语的自然就讲哦，伫即个就爱读死了，啊后壁是爱砍地。OK， 以上就是因为咱自细汉母母是安尼，毋捌学过啊，所以咱都用咱惯势的读法直接去读，哦，无以前的插伊讲你读迄个写啥哦，迄你的代志，你写你的我读我。后来就问，阿公死了就拼伫厅边，用被单扛地。嘿，对。好，来，剩几分钟，好啦，都时间都够了哈。老卡欢迎恁啦，啊，你若有兴趣去读吼，随时举手啊。其实我没邀请啦，今日我袂记甲你邀请吼。啊，出世线吼是我所读过吼，我感觉上好的学台语的文本，就是出世线吼。你若我看，其实我最近看足侪少年人吼。足认真咧学台语，足认真咧拍咧学台语，啊，出去咧要学台语，想办法就是要学台语。因拢感受到讲，即个台语是你文化的根，是你民族的根，尤其是你文化的根。啊，当然内底佫侪感情吼，足侪感情就是你含阿公阿嬷的感情吼，含阿爸阿母足侪已经拢无咧讲台语啦吼，含阿公阿嬷的感情伫内底。啊，我就是要学吼，但是我较早我讲我一定嘛强调讲，其实都无对啦。你现在即嘛毋是你应该学台语的即个迄个动力所在啦。但是我知影吼，这是上大的动力啦吼。OK， 啊，但是呢，想要补充。我讲煞好无？你先你补充，你讲你叫行哈，叫点拢袂记吼。我讲煞吼，我意思是讲，因。就想要学，但是找无好的文本，或者是四几间无大家甲报这报迄报一大堆啊！你即摆台语文本太侪吼，即摆足侪，毋是讲太侪文本足侪好的教材足侪，啥物拢足侪。但是我一直拢认为讲，你若今仔日问我要学台语要用啥文本，我大概敢若找一本尔，我有小解一本。啊，但是呢，即本你也会晓背话字，你知我都家己读。当然汉语嘛会使有，但是你若读汉语吼，我讲差距开足大开的啦吼，迄绝对是差距大。迄个叫翻译作品啊，迄毋是原本著作，原本著作就是你爱用背字去读，你才学着上赞的台语。当然伊个这是套烂的啦吼，讲越南嘛吼，但是内底的用词实在是，互我感觉我足配合的啦吼。好来，三年你要补充你讲。哦，今仔看到有人讲要学台语，是因为伊
敲电话叫家属，结果头家向伊讲规段台语，伊可能听无啊，是安怎讲啊？伊要来学台语，所以咱一个生分人买甲人影响着，可能伊家己阿公阿嬷无地讲台语，爱靠生分人。即嘛吼，尤其是即嘛即个时阵吼，搁较爱坚持讲，我要讲，我就是要讲，我不管你听有听无，我就是讲台语。吼，即个毋是感情的东西物件吼，我即摆要讲的毋是啥物感情的动机啦，我无要互你有感情的动机啦，我要互你知影讲，你若伫咧，你若无晓讲台语，你伫台湾无法度生活啦。吼，你讲啊含的，你若是不晓讲话，你伫台湾无法度生活，但是着虽然安尼，你也有迄个坚持吼，你上好是讲我互在地有一个人讲袂了讲，我听不懂啊，讲华语啦。上好安尼吼，我就希望看到即种情形，再互你感受到啥物叫做华语霸权，再互你感受到啥物叫台语比打啊到啥物程度，伊听了听起来就甲你讲，我听不懂啦。你听不懂是有我问题吗？哦 ，OK， 但是我咧讲的人无法度接受啦吼 ，OK。我一句话吼，上好的台语学习文本就是做时阵，你若机会你小教别人去学，但当然，这讲嘛无效吼，讲伊爸你看 ABC 就边个就无想要学啊。但是 ABC 是上简单的，迄其实足简单的啦吼。好啦，讲到遮啦，咱规班感谢各位吼，然后大家继续来读。大家拜拜，拜拜，再会。